表示，表示แสดงผล他摸摸肚子，表示已经吃饱了。表演，表演แสดง他的表演演得真好看。表扬，表扬ชมเชย老师表扬我汉语说得好。老师表扬我汉语说得好。饼干，饼干这块饼干好吃极了。这块饼干好吃极了。并且，并且และ喝酒，喝酒伤身，并且很丢人。喝酒伤身，并且很丢人。博士，博士ปริญญาเอก他博士刚毕业。他博士刚毕业。不得不，不得不จำต้อง因为他很怕黑，不得不开灯睡觉。不管，不管ถึงว่าจ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俩都不会分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俩都不会分离。不过，不过แต่不过他觉得答案是假的。不过他觉得答案是假的。不仅，不仅บ่เพียงแต่送货不仅贵，而且速度也慢。送货不仅贵，而且速度也慢。部分，部分ส่วน一部分的餐厅11点才开始营业。一部分的餐厅11点才开始营业。擦，擦ลึบ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猜，猜เดา猜一猜他是谁。猜一猜他是谁。材料，材料วัสดุ质量好的建筑材料很贵。质量好的建筑材料很贵。参观，参观เยี่ยมชม明天早上我们要去故宫参观。明天早上我们要去故宫参观。参
餐厅餐厅ร้านอาหาร这家餐厅很好吃这家餐厅很好吃厕所厕所ห้องน้ำ走这边那边不是厕所走这边那边不是厕所差不多差不多เกือบหรือว่าประมาณ你的哥哥跟你差不多高你的哥哥跟你差不多高长城长城กำแพงเมืองจีน中国最有名的是长城中国最有名的是长城长江长江แม่น้ำซังเจียน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长长ลองชิม你尝一下是什么味道你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场场สนาม这里的足球场好漂亮这里的足球场好漂亮超过超过เกิน你的速度超过允许的速度了你的速度超过允许的速度了成功成功สำเร็จ终于成功爬到了山顶终于成功爬到了山顶成为成为改变你终究成为了我的人你终究成为了我的人诚实诚实ซื่สัตย์他的行动代表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的行动代表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乘坐乘坐 key 我这次是乘坐飞机过来的我这次是乘坐飞机过来的